你来到咱台语沙龙有台语沙龙讲座吼，今日即个主题原本啦吼是想讲因为9月初1是迄个所谓的记者节啦吼，原本是想讲配合即个记者节要来讲有关媒体吼，也是讲即个新闻工作等等遮个代志，所以想讲安尼来邀请即个。韩俊吼来分享吼，毋过韩俊有提醒啦吼，讲你记者节啦，毋是台湾的啦吼，毋是台湾的嘿。毋过当然就是有些都是会配合即一寡时节节日吼，去讲注重即个媒体的问题吼。上主要今日想讲无就是来要麻烦即个鸭草吼，即个。媒体吼总编辑韩俊来甲咱讲有关鸭草的故事啦吼，甲鸭草是咧创啥安尼吼即个韩俊呢吼，嘛是足低调的缘分，甲伊熟识吼，伊读历史的啦吼，毋过前后有做一寡媒体的工课吼，新闻。节目吼，等等工课即摆是鸭草即个媒体、网络媒体的总编辑吼。敢在场毋知敢拢有咧看鸭草？有啊，有咧看鸭草无？好，咱小下顺续甲读者见面吼。好，安尼麻烦韩俊吼，来甲咱介绍鸭草是咧创啥？啥哪会有鸭草？吼，鸭草目前的状况安怎？吼，请韩俊来甲咱分享吼。喂，有啥吼？好，我用咱家己试嘛。我家己试会使，会使。好，大家好，我是韩俊。我甲老师熟识，伊讲其实就是我去上老师的台文课，所以安尼熟识，因为无算上迄个就是真欢喜老师邀请我来甲大家分享讲，就是有关媒体工作以及讲草是一个安怎款的一个组织。好。安尼我就开始来甲大家分享。我定即个题目就是讲，伊向团体也是网络媒体，因为足侪人听着草，拢想讲，阮拢是做一寡就是较类似 NGO 咧做诶工作。毋过其实阮是一个算网络诶媒体，毋过确实阮会做诚济，就是一般 NGO 像你讲科基金会安尼推销台语文，也是像迄个台湾会推销民权工会诶工作，我嘛会做。毋过基本上我嘛是一个网络。所以讲，就安尼算是一个较特殊的组织。那安尼咱啥哪会成立？咱是搁做啥物款的工作？是我今仔主要甲大家分享的代志。好，我先简单介绍我家己。头拄洪伟老师有讲过，我即摆是一个草的总编辑，就是负责做一个内容相关的工作。我本身嘛有伫即个食长命基金会来做即个董事。我拄退伍的时阵是嘛是差不多拄好是10年前，2013年的时阵，我拄退伍是伫自由时报招即个地方讨园的新闻。尾我有去即个国教院，就是做迄个课纲，咱较关心台语文史纲的朋友应该知影，就是内底就是课纲内底有伊教育部是写闽南语啦，毋过基本上迄个时阵嘛毋知。我迄个时阵主要是做就是毋是闽南语。是讲台语文，就是其他课程的课纲，所以对教育的一寡问题嘛有小可了解。尾我就是有人找我来遮倒来做记者，我伫遮做记者做诚久，做差不多4年外。尾是就是因为上洪伟老师的台语课、台文课，尾就是台语台拄迄个时阵成立，差不多4年前，2019年的时阵，我就过去做即个单位节目，台湾新安港拜1到拜4，9点到10点去做的节目。去做节目，我家己本身就是因为学过即个上洪伟老师的课，所以我嘛有翻译2本台语的册，就是迄个时阵作者是阮草的即个漫画家，伊就是画这我嘛翻做台语，是出版，照应该嘛有咧卖，对，所以对台语文的本来是都真有兴趣啦，毋过就是原底遮草拄出一寡状况，当希望我转来去做内容的工作，所以我就转来。较拄洪伟老师有讲，我是学历史的，
我迄时阵上方位老师的课有地科比图哦，嘿嘿，大概是安尼。好，来安尼咱就来看就是阿草是啥物。啊，拄仔头前讲就是真侪人听着，阮拢会想讲，阮是一个公民的组织啦，一个 NGO， 啊，算即种物件就是拢讲叫做倡议团体啦，就是你若看迄个传播学物件，拢讲即种叫做倡议团体。啊嘛有一阵仔，阮甚至自我定位。想讲，咱是不是来做一个社会企业？因为社会企业你就是讲，用即个企业的，因为阮是登记公司的啦。你若讲查阿草的名，我毋是啥物基金会，也是啥物协会，阮就叫阿草有限公司安尼。我想讲，因为社会企业是讲用即个企业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毋过台湾做即个无讲做了做济，所以阮咧运作其实开始像一个网络的。毋过，阮嘛是会做一个 NGO 咧做诶代志，所以阮即摆我若共介绍是阮自我诶定位，拢共家己叫做即个倡议媒体啦。就是阮甲 NGO 共款，会有阮想要家己要推送、传达诶价值观，还是推送诶工课，无像一般诶媒体，譬如讲毋是自由时报，是联合报，因袂讲要推送啥物运动啊，想要做啥物款诶工课。啊，毋过阮是有阮想要推送诶工课安尼。啊，一般媒体咧做诶工课，阮嘛是拢有咧做。啊，我遮嘛看一下有关阮就是几个时间点，就是阮是就是即个2013年7月的时阵，迄个时阵台湾发生一个中 Q 事件，洪仲丘事件。啊，迄个时阵有成立一个组织叫公民1985。啊，迄个时阵因为尾仔即个运动，尾仔诶即个大家关心的调，就是伫咧反映。啊。尾仔即间，等下我尾仔会迄个会详细讲迄只背后的状况啊、故事是安怎。啊，遮尾仔就是即间阮即个公司是2013年，就是差不多要10当前的12月成立的。啊，2014年的时阵2月份第一篇新闻的报道就上网啊。啊，拄啊好，迄过当个月就是发生即个318运动啊，就是咱讲的太阳花运动、日头花运动。啊，变做迄个时阵，因为迄个时阵敢若阮是就是专门咧做立法院的新闻，虽然阮的人无济，啊，毋过迄个时阵对立法院的即个了解啥物比一般的媒体算较济小可，所以迄个时阵大部分的人是因为即个代志较熟悉阮的。啊，尾仔来是一寡就是即几档的一寡大的社会事件，阮算拢有参与，有写报道，甚至有家己去参与，譬如讲。2015年的时阵，迄个时阵是其实有要修改宪法，阮嘛有做一寡报道。迄个时阵佫是国民党占立法院的多数，啊，佫有迄个反课纲嘛，啊，甲2016年的即个选举，迄当的选举，阮就有参与做即个叫做总统给问啊，就是后迄个时阵的总统的候选人，迄个因为啊，遮减遮一个物件。2014年的时阵，阮就有做一个物件叫市长给问嘛，市长敢要互咱问。就是阮就是收集一寡问题，然后真侪即个网友人数超过敢若差不多200人，才大型的市长就会回答遐个问题。好，啊到2015年的时阵，就是迄道的选举，阮嘛有做类似的物件，互总统来回答讲大家提出的问题。了2016年就是正重要，这是台湾头一摆就是国会轮替嘛，就是民进党头一摆将立法院的多数，所以一寡重要的法案，比如讲东山条例、年金改革、甲劳基法的修正，遮个重要的过去无法度做的法案，才有法度做。啊，遮个法案阮拢有就是参与的报道。我等下有几点会讲，这物件其实若看迄个伊的文字拢是介复杂。阮做一个问题，阮做啥物款的努力，互大家当了解讲遮个法案甲大家真有关系，是咧做啥物物件。过来过当讲的2017年，就是迄当较重要，对台湾对阮来讲较重要的是228事件70周年，佮有解严30周年。啊，尾仔因为阮就是迄当就是有做这2项，算较转型正义算较大的专栏，阮有做一个物件，等下我嘛会用互大家看。啊，尾仔了就是算做了袂歹，文化部就请阮家做一个即个中正纪念堂转型的社会讨论的计划。来18年的时阵，就是迄个时阵选市长嘛。阮14年的时阵做即个市长
敢要互咱问，阮18年时阵做即个 fact check， 迄个时阵拢是台湾的媒体头一个做。我等下嘛会大概讲，迄个时阵的状况是安怎。那19年就是迄个时阵，大家知影嘛有韩流，迄个时阵韩国有当选高雄市长，香港就是尾仔选总统嘛，尾仔发生就是反送中，甲即个咱就开始意识到，就中国用即个即摆也咧讲的资讯战，还是有人讲认知作战甲人拍。台湾的媒体上头先写即个物件嘛，是阮写出来，就是迄个时阵普马拄啊，就是陈博洋。迄个时阵拄啊研究即个物件出来的时阵，阮是头第一个甲报道，甲讲即个物件的经验出来的媒体。尾仔2020年蔡英文算就是关票连任嘛，817万票。尾仔就开始讲中国可能就感觉有阮讲用吓的，甲你吓呢较无效，变做开始用军事的物件来甲你威吓，所以阮就开始。专做阮差不多2当前做较重要的物件，就是即个民防的手册。正前我一个同事就是负责编即本手册的同事嘛，有来遮讲过一本手册的代志。即点就是真趣味，一般的媒体袂安尼嘛，伊普通就报道讲，就是中国咧甲咱威胁安怎。加阮迄时阵是做一寡其他的国家，拢有咧做即个民防的手册，就是因2014年即个发现即个乌克兰的迄个克里米亚半岛互中。罗西亚架起了，因就有出。阮就感觉讲，介重要啊！即个物件台湾的几乎来无做，所以阮写遮侪报道讲即个代志。结果发现讲，无啥物效果，阮就家己跳落来做一本。这一般的媒体袂做即个代志，所以这是阮较特殊的所在。阮尾仔就家己做一本册。迄当嘛有一个较重大的事件，就是迄个港岛公道。就是4个爆发各种，迄个时阵我嘛做诚侪迄个，阮迄当做较侪是做迄个民调的图卡，因为一开始呢是较支持台派的朋友可能知影，在关这迄4个公道，民进党拢是就是输欠输诚侪啦。阮算诚早就开始提出即个代志，做做侪迄个民调的图，提醒讲大家讲，即个爱就是大家倒注意、倒宣传等等安尼。来就是去年就是发生即个罗西亚去拍即个乌克兰的代志，拄好，因为阮正就是开一档的时间出即个手册，拄就伫伊拍乌克兰隔段个月阮出版安尼，迄档就是去年底啦嘛，有即个地方选举，大家印象阁应该拢伫的，今年就是较重大的就是讲即个做兵爱恢复做一档，明年阁要选阁4个月嘛，今仔拄9月13，明年10月。13要投票，就是中国的因素，同款继续咧介入咱台湾的选举，这差不多是这10档来，阮阿草成立甲一寡台湾重大的社会，尤其是伫反映政治发生的代志。好，安尼了我开始较详细讲。这个图，这自由时报去翕的啦。迄个时阵阮还未成立嘛，因为这是7月份的代志，我是迄当的11月份开始成立的。这大家可能对我有印象是差不多10当前的代志。这算伊迄个差不多讲有20万人顶个月7月10日就是迄个黄国昌馆长有办一个游行嘛，共款所在，因差不多到遮嘛，到遮。所以就安尼再来，大家讲迄个时阵，即场游行的人足济。即场游行对台湾有啥物款的重要的影响？迄个时阵是2012年马英九拄连任嘛，就是伊选第2届算选着，因为迄道诚侪人拢认为蔡英文其实是有机会当选伊拄连任其实迄个时阵足侪台派时代中培其实已经放弃啊，因为台湾已经无救因为因安尼想嘛无毋对，因为尾仔来大家知影嘛，伊就开始推杀服贸等等的迄个，若毋是有啥物别的关系。可能就是台湾即摆已经甲中国变做关系，做嘛甚至变做中国的一部分啦。因为我家己熟悉，包括阮太太头家嘛捌来遮讲过，就是咱林宝基金会即摆董事长伊的大孙，伊迄个时阵嘛是安尼，就是认为讲，因可能阁有继续努力拍拼，阁甲因诚侪心力资源，可能要囥去海外，因为讲台湾的投票安尼，可能无法度要继续包括阮公司家己的股东，也是我尾仔听到熟悉足侪台派的时代，迄个时阵其实是安尼。这是第1点，就是迄个时阵马英九已经就是连任。第2点是过去的反应，
伫即个红中秋事件进前，其实一直毋是台湾政治甚至媒体上关心的所在。即即摆大家感觉真奇怪，就是立法院伫一个民主的国家国会，应该就是政治可能上侪资源，媒体嘛上关心的所在。因为即个代志，甲我迄个时阵去自由时报的第一天，我个印象诚深。迄个时阵的副总就甲我讲，哦，你若做一个记者，上好的发展就是去找台北市议会，就是因拢是甲上好的记者派去台北市议会，毋是派来立法院哦，是派去台北市议会。嘿，过去台湾媒体的迄个想法嘛是安尼，嘿，啊，毋过即个红中秋事件的改变，就是第一好正济时代看到讲，少年人愿意为一个无熟悉，毋过甲伊有共同的生命经验的同胞徛出来街头，也是组织抗议，甲政府讨一个公道。所以迄个时阵吼，真济台派时代感觉讲，台湾阁有救啦，做者少年仔阁愿意做代志，愿意徛出来。嘿，啊，第二是就是迄个时阵，迄个运动就是头前有讲过1985运动，上尾啊，即个成果嘛是就是修改迄个军神法、军刑法修正，就是甲变做讲过去，因为迄个时阵就是迄个事件是交由军方、国防部家己审，就出足侪问题嘛。尾啊，就是因甲迄个废掉，就是即摆你若是军营犯法，嘛是共款用军法，毋过是送一般的法院，就是比如讲台北地方法院来审，啊遐的法官一般的法官用即个军事的刑法来处理，安尼。啊，这是一个真重大的改变。啊，因为迄到尾啊，大家拢希望即个代志发生，佮国防部拢无爱，所以变成迄个打算真关心立法院发生啥物代志。所以迄个时阵就是阮上头先的股东，就认为讲，安尼是毋是会当成立一个专门来咧监督立法院发生啥物代志的问题？嘿，所以讲即个事件，尾啊就意思讲啊，操成立是安尼的原因。好。所以我可以用几个数字甲大家报告讲阮阿草的状况。所以头前讲的，阮是2013年的11月成立的，所以阮今年差不多成立要10档啊。阮即摆员工差不多有15个人，嘿，啊一寡即摆目前差不多经营10档，大概成果是安尼，就是阮的这个粉丝差不多有25万人 ，FB 啊那 IG 差不多，较侪少年仔咧看，差不多5万人。啊，另外是一个是Twitter 较侪是外国的媒体也是朋友，外国记者拢会伫顶悬找一寡台湾相关的这个讯息，差不多5万人。阮差不多经营这3个社群的平台，阮一档差不多爱开1500万。啊，阮的团体内底有啥，就是讲，阮有一个算主管叫营运长。啊，阮这过去拢叫执行长，因为毋过过去两个执行长拢有出一寡问题，所以阮即摆毋敢设即个职位，就甲算改名，改做即个营运长即个名嘿。啊，伊就是负责就是算趁钱啊，分薪水互大家等等的工课。啊，搁一个行政嘛，大家知就组织一天还有遮个人。啊，来就是我负责做一寡内容的工课。啊，阮嘛有记者，阮记者无算济，就是大家本来想讲阮15个人，可能想讲10个人拢是记者，阮记者其实敢若2个人，嘿。啊，影音就是翕迄个影片的，啊，即个出去翕的，啊，伫即个办公室干，阮这敢若一个人。啊，专栏的经理，就譬如讲，阮即摆即个民防的手册算是一个专栏，嘿。所以嘛有一个人负责，啊嘛有其他的专案，譬如讲有一寡单位做一个委托阮做一寡工课，阮嘛会找人来负责迄个工课。啊，社群的编辑就是一般咧讲的即个小编啦，阮较重视即块，阮即块算有3个人咧做，嘿。啊，有当然即个社群即个社群的编辑，甲下骹即个品牌总监，甲社群行销，基本上就是咧做一寡大家看者，甲我讲阮经营社群的物件。啊，设计师就是做图的人啊，一般传统的媒体拢叫美术，啊，基本上就是做图卡的人。嘿，即摆不管是媒体还是政治人物，基本上一定拢爱有遮个人，就是你面册也是倒位，赖也是倒位做的图卡的人。啊，阮较特殊的就是阮有专门画红仔册的画家，嘿，阮阁有2个，一个逐工来上班，毋过伊最近生囡仔，所以咧就是处理远端，啊，另外一个是伫台啦。阮较重视阮的红，啊，真侪人熟悉啊草是因为阮画迄个红仔图，嘿，阮会做一寡算评论等等的物件，
原底即个漫画即个漫画的评论，就是媒体一种形式。你看自由时报，做早，甚至较早的《智利晚报》809年代，因都拢有咧做画红啊。阮算有，毋过即摆媒体新的媒体电得较少。毋过阮头先成立10工正就真重视即块，就是有找即个画家来画即个漫画。嘿，再来是即个工程师，就是负责做网站、处理一寡电脑问题啦。阮大概啦是安尼。即个是，阮逐工拢有做一个即个报告，就是大家报告讲，阮过去一档做啥物，旧年还未做好，这我毋想要点开来讲，无因为这会开较侪时间。好，来，这是一个法案，这是即个国定假日啊，这是一般吼立法院若摕修法，这个版本算较简单咧，这是行政院的版本上面，即个。倒手，恁的倒手对，是原底的条文，即个倒手中一格是就是伊修正的，伊尾仔遮就会写讲是安怎要安尼改，即种物件吼，足困难了解嘛，你安尼看，通常伊一个法案拢是，譬如讲即个有5页这个算较少，有的时阵，譬如讲落计法的，有时阵就是几十页、几百页。即个年改愈济，不然套法案，然后每一项拢几百页。即种物件对一般的即个媒体来看、来消化，拢是一个困难、无简单的工课。阮是安怎做，互一般的人会当了解讲，立法院到底是咧修啥物法，这法有啥物款的效果？阮开诚侪开力来做遮个物件。好，这是其中甲拄仔看即个物件，阮就会甲做即种物件。这是伫阮甲做算，迄个时阵拢叫做懒人包其实伊虽然叫做懒人包，你若要看嘛是爱开诚侪时间。毋过绝对是比我头先迄张就是拢是法案，拢是法律的文字的物件，诚好了解。阮就会开诚侪时间，甲即个物件做图卡，对，变做讲我用较大，敢有较大，好，就是。伊安尼就是阮甲做图卡，用即个图数字的方式，甲大家讲即个譬如讲落计划原底即个固定的假日，啥物时阵是会当放的？即摆即个法是安怎迄个？这就是即摆佫会听到，这差不多是即个蔡英文即集头第一个拄着的问题啦，就是讲迄个七天假，有时阵你即摆佫会听到，人要法官我7天假，砍7天假，就是即个物件。即个物件，我实在有实际去看落计划的迄个，真侪媒体嘛是写的，拢可能无啥有对。阮毋来就是求讲伊就是正确的传达，阮佫就是开诚侪时间开来来做即种图卡。所以迄个时阵效果诚好，就是迄个时阵基本上无其他的媒体做即个物件。所以阮做大当看遮，就是伊的分享，迄个时阵有3000几届，这是算诚侪的分享啊。这嘛是阮就是做即摆可能到即摆嘛是佫排头几名的，就是。物件，嘿。除了就是阮讲，阮家己做即个图卡，阮其实即种一般的媒体的报道嘛是会写。譬如讲，即个就是我迄个时阵，就是因迄个时阵就是立法院咧表决嘛，伫委员会开会等等发生啥物代志，一寡因定数的。处理是啥物意思？这一般的媒体，电视毋免讲，因为电视因为有时间的关系，所以拢较简单较短。甚至一般照你讲会写较详细的文字的媒体，譬如讲报纸的，还是讲网络的媒体嘛共款，嘛袂讲像阮写甲遮详细。伫立法院的时间遮长，像迄个时阵阮来开会，伊拢9点开嘛，有像迄个时阵咧补遮法案的时阵，拢开到10点11点。阮拢是就是为透早坐甲伊结束。基本上无其他的媒体会安尼做，嘿。所以阮迄个时阵就是，而且阮拢会去，就是诚注意定数的一寡意义是啥物，问遐党团的助理，还是讲立委，还是安怎，就是会甲伊的定数的意义了解。这是人讲家己报较袂透彻，这是我一个同业写的啦，就是迄个时阵，就是讲。就算讲伊一般媒体的标准，阮写的物件，即种算纯文字、诚算复杂的代志的观点，阮写的嘛是会比其他的媒体较详细较好，安尼。好，来
啊，这是我甚至迄个时阵，迄相片内底是我，迄是迄来大家可能会熟悉，迄是柯建明柯总招，嘿，啊伊其实大嘛食，毋过迄个时阵阮采访的时阵，甲会要冲突啦，因为迄个时阵像即种协商个是无开放媒体采访，甚至无迄个即个直播的。啊，毋过迄个时阵，阮感觉即个物件诚重要，就想要采访，尾仔甲伊有一寡冲突，啊，尾仔嘛是互伊算赶出去吧。啊，毋过就是迄个过程，阮嘛有是来写落来，就是一般媒体嘛，罕伫像阮遮坚持讲，阮就是要采访即个物件。好，啊来，即个物件是伊的全名就诚歹读。这是就是公务员年金改革的法案，啊，像伊这就是做侪条，啊，我掠其中一个部分尔，像这是一个条文哦，啊，伊的即个要修正的条文伫上即个倒手，啊，中是原底的条文，啊，上边啊正手边是伊的说明，伊的说明就不来页啦，因为即个物件足复杂，啊，譬如讲咱若直接看伊的文字，啥物会加什么？一倍12%至18%或者安尼，一般就是讲你若算关心即个法案，啊叫你去看遮个条文是咧写啥，基本上是看无啦。对，啊，阮就是会开诚侪时间去看遮个条文，伊到底咧写啥，啊是啥物款的意思，啊去问人，就包括就是即个政府的官员，还是迄个，啊其实遮侪物件你就是若是愿意开时间，你甚至毋免问人，你嘛会当了解伊咧创啥。啊，阮迄个时阵像这，我就开诚侪时间去了解讲年金改革是安怎爱做，伊的问题是安怎，伊的条文内底的意思是啥安尼。所以这是迄个时阵才开始，时间可能详细你看无，就是这是2016年1月的时阵，我做的2个甲年金改革有关的报道。啊，迄个时阵搁做早，迄个时阵甚至蔡英文就是。拢还袂即前，可能拄啊当选无偌久。阮迄个是第一，因为原底伊的政见内底就有讲伊要做年金改革嘛。啊，迄个时阵大家应该就知影，这是一个诚困难的工作。迄个时阵马英九原底要做嘛，啊尾仔互真诚侪国民党的立委反对，我就无做啊。嘿，啊，迄个时阵蔡英文就讲，伊有要做。啊，毋过迄个时阵大家佫毋知影讲年金改革是啥物物件，嘛无可能会想到伊尾仔会引发遮大的抗争嘛。啊，迄个时阵阮就做2篇相关的即个物件。啊，我这是因为阮迄个立法院的即个嘛，甲大家说明一下，就是立法院的开会拢是，譬如讲即摆9月份，就甲学校开学的时间差不多，可能9月中还是9月底开会，开到12月底，啊，就休差不多休到过年了，啊，尾仔可能2月底啊2月中佮开会，开到差不多6月，嘿，啊，中就是休困的时间，但开会的时阵，阮当然就是做一寡立法院的相关的新闻。啊，毋过伊休困的时阵，阮就家己会找题目来做。啊，像这2篇就是迄个时阵，2015年的，就是休热，啊，甲过到个休寒的时阵，阮就做。我迄个时阵，我家己另外记者伊有另外做伊的题目，迄个时阵敢若是做迄个新政府新议会嘛，迄嘛是一个问题。啊，我就做这年金改革。啊，即个物件讲实在诚困难，就是我家己开诚侪时间，毋过不然想讲无啥人要看。结果诚奇妙的，这报道是阮过去。网站上侪人看，2篇拢有10几万人来看。啊，阮就说，因为这物件其实诚困难，阮想讲，嘛个拢算袂少。啊，这2篇报道，我阁有一个印象较深的，就是迄个林尔水的林卓水，伊有看这2篇，啊，有一天我就伫办公室接到伊的电话，来问我即个年金改革的物件。啊，我迄时阵是诚欢喜啦，因为原底林尔水大家拢知影，伊算民进党立委内底诚用功，头脑嘛诚清楚。就早开始研究年金改革的问题啦，所以讲变做说，我讲写即个物件，除了普通诚侪读者有看，连就是一寡种先辈嘛拢有注意到是迄个。毋过即个物件要互一般人了解，嘛是诚困难啦。虽然讲写即种一般的报道，当然阮有画一寡图，啊，互伊算较好读，不过嘛是依然是一个诚无好理解的物件。啊，这是阮就是一般的报。即个年金改革迄个时阵咧审的时阵，就是我头前讲的嘛，迄个时阵审14点钟哦，这就是较长的，因为9点开会，啊伊伫午加半暝啊11点，14点钟，就整整一天开14点钟咧审查。啊，像这阮就是头甲尾拢伫的，就是伫遐陪因坐规工坐14点钟。
迄个时阵就省一部分尔安尼嘛，就写出来。而且阮写毋是讲头前有讲嘛，虽然讲知影这是蔡英文要做，大家可能嘛知影阮的立场，基本上是歹支持民进党还是本土派等等。毋过像即块，你若有了解讲，其实伊做了有问题嘛，就是无会当做较济，像我嘛会写即种物件，就是讲伊其实做了无好，甚至讲伊输给淡水扁，甚至连马英九拢不如。我嘛会写即种物件，算批评民进党政府，批评蔡英文政府。就是一般媒体咧做的相关的工作，像即种阮迄个时阵嘛是当然对伊想要讲即个物件是安怎要做，像即个时阵伊迄个时阵负责即个是段宜康我嘛会写讲伊的讲法是安怎，民进党要做即个物件，传统诶即个媒体做的工作，阮有做。像这嘛真特殊，就是迄个时阵年金改革的时阵，大家可能都有印象，就是迄个时阵做者即个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就是去抗议嘛，甚至大家可能印象讲有拍人啊，譬如讲较多有出现的柯总召，还是一寡民进党的政府的官员，还是因为迄时阵真正有互伊拍掉。不过迄个时阵伊就反伊就揪这出来啦。毋过因为民进党拄仔之前的时阵，我有写过一个物件，就是即摆即个国安会主委顾立雄，伊就批评讲过去马政府的时阵，都用这对付迄个时阵做这社运的抗争嘛。就是讲迄个物件无法律的依据。毋过即摆变做民进党之前的时阵，当然当了解因想要要用迄个代志不了诚严重嘛，就是拢已经因的立委完全已经互拍，遐个人算已经失去控制。毋过伊嘛是甲即个物件溜出来。毋过阮就认为讲，毋管是向即种，都无应该就是做即个代志。你无应该有法律的依据，因为台湾要行向一个法治的国家，会当像过去，这种国民党迄个时阵留来一寡，就是警察要创啥就创啥。毋过这个物件，既然你民进党家己的立委，迄个时阵顾立雄是咧做立委，有批评过，安尼你即摆嘛袂当做安尼的代志啊。所以这种算一般媒体就是监督批评政府的工作，我嘛是共款有做。好，这是我较多讲就是上头先迄种做困难的法案。我有甲写做报道，嘛有做一般的采访。毋过，阮的重点嘛是有去做即个物件啦，就是甲迄种困难的法律的文字，甲做即个图卡出来。就是譬如讲，阮就会讲会比较讲三种人的情形，因为譬如讲年金改革迄个时阵是毋是甲一般人是甲军公教人员伊家己内部本身三种无共的世代领的钱就差足济，是安怎会安尼？法律的问题是啥物款？意思下算无公平的情形出现，等等的，阮都有做遮的物件出来。即个分享嘛有千几届，对因为这一般年金改革对大家来讲，除非你是军公教人员，应该是无啥，就是会想要去做了解的物件。毋过阮甲做即种图卡，互大家讲，是安怎到底是年金改革是要创啥？是安怎爱改发生啥物代志？阮就会做即种图卡出来。好。过来，这嘛是一个例，这甲咱这个本土语言台语文较有关的。这是一个资料是3当前2020年的时阵，大家若台语文科案可能拢有看过这个资料啦，就是讲这个主要的使用的语言，就是随年纪愈来愈低嘛，就是华语国语的部分就是愈来愈济，其他的包括就是讲台语、写闽南语啦、客语也是甚至原民语拢是。愈来愈少嘛，主要使用的语言。迄时阵我就看，诚侪台湾科仔的朋友咧分享即个资料咧读。毋过一般你若讲这看，可能就无啥好了解，讲这是要传达啥？阮就会甲变做即种图。即种可能毋知影大家敢有看过，就是阮就甲共款的资料，阮就甲做即种图出来。就会当正明显来看到嘛，就是华语的部分，就是随即个年纪。愈少年的使用的比例愈悬，甚至即个青色的部分就是咱台语嘛，为即个少年的就是愈来愈低，甚至你会当看到讲，是倒一个世代，就是加1956年甲1965年出生即个世代，就是比方讲黄金交叉还是死亡交叉啦，其中做即种图就会当看出来，甚至阮佮另外做一个圆饼图边这。甲大家讲即个伊统计，因为是2020年统计嘛，所以统计6岁以上的，变做就是2014年正出生的人，出来主要使用的语言，就会当看出来华语占偌济，
台语才毋啥安尼，对。所以阮即个真主要的工作除了法案，就是较困难的法律的文字，阮甲转做，互大家咱较好理解的图卡。就是一寡政府的资料，阮做诚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全部。譬如讲，我嘛有做过即个观光客，迄个时阵有一阵仔一直讲啥物问题，拢是因为陆客不来地数的嘛。阮就做一个图甲大家讲，其实观光客内底陆客敢若增加偌济，做侪即个新南向啊，是东南亚，其实愈来愈济。嘿，之前阮嘛有做过讲消费啦，大家知影日本甲韩国的即个游客来，就是会开较济钱，啊，中国的人数虽然济。毋过就是开的钱少，等等的资料，阮就拢会甲做变做即种图卡，像即种就是主要是讲语言的物件，嘿，互大家较好了解，当种台湾的社会一寡问题是安怎。好，啊，即嘛是一个即个问题，我尾仔嘛先做图卡，先嘛互大家了解讲，就是一般咧讨论问题，也是讲你做 NGO 的工作，拢会看到一个观念叫 XYZ 世代啦。就是讲 X 世代，就是大概即个年份出世的，佮头前就是所谓的战后婴儿潮啦，啊，佮来就是即个 X 世代，来就是即个 Y 世代，嘿啊，就是我家己是属于即个算 Y 世代啦，嘿，啊，就是伊就是阮有经历过，就是即个较早即个拨号连线，啊，甚至嘛有用过即个录影带，什么 MP3，啊，到即摆就是 Netflix 啊，智慧型手机等等，我有经历过，啊，来佮较少年的，就是。即个人即摆讲 Z 世代啦，就是即摆拄爱当投票的遮个人，因一出世伊嘛无像阮公司嘛有较少年的同事，像阮正前岁跳落来的时阵嘛有即个实习生，因着毋知影我头前讲遮个物件是啥物，因为因一出世有记忆来就是拢有智慧型手机啊。啊，变做讲这是伫台湾做媒体的工作，也是你讲做 NGO 的工作一个诚大的挑战啊。不，反正是世界各国拢共款。就是无共的世代对科技的即个了解甲关系无共，所以阮较多有就是用讲，阮就是有经营 FB 的即个读者就是差不多我即个会佫较顶悬，啊，毋过若是你要拍着较少年的即个作品，你变做 IG 的 ID 做，嘿，啊甚至 Twitter 嘛是，嘿，啊是佫较少年的，即摆有人讲是做抖音啦，毋过做抖音佫有另外一个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题目，然后有机会甲大家分享，好。除了即个世界各国拢会拄着，就是科技即个技术的无共的即个世代对即个关系上会看的即个物件。台湾佫有另外一个物件是诚大的问题，就是讲咱的教育诚无共，就是讲啊1997年以后读册的学生，国中较开始有，就是迄个时阵李登辉做总统的时阵推设的即个认捌台湾的课程啦。所以今年就是爱。明年要满40岁啦，因国中吼是毋捌学过台湾的历史，佫较大，因为大家可能有印象讲，人上重要应该是高中的时阵。咱台湾咱2006年以后读册高中生，像我家己高中的时阵是无学过台湾历史的，就是1990年9月以后出生的台湾人，因高中较有学过台湾历史，过去拢是放伫即个中国史内底学。啊，变就是以若算年纪变做讲32岁以上的台湾人是无用过一本的台湾历史的课本，因为台湾史若有学着嘛，就是拢放伫中国史内底，等到有学过即个三民主义啦。像我家己就是所谓学过三民主义的上尾仔一个世代，所以阮尾仔就有做即个物件，因为这是一个台湾社会真大的问题。你不管伫台湾，你要做啥物款的工作，媒体 NGO 还是要做生理可能嘛。因为变做讲，这已经毋是无共世代。头一张我是咧讲无共世代对科技的关系，即张变做讲会变做两个国家的人啊。因为你日本人，你不管32岁还是60岁，日本人拢有学过日本的历史嘛。毋过伫台湾，你变做讲32岁以上的台湾人无学过台湾历史，32岁以下的较有。这变做讲伊这两关啊，就是讲一般人讲父母甲即个囡仔有代沟嘛，伫台湾的代沟会愈严重。就是因为伊会当讲伊受的是两套，是即两个国家无共的教育，啊，所以即个问题是阮这几工做起来感觉诚大的一个问题，嘿，啊，当然这我诚早就捌听我的老师朱安尧讲过即个问题，啊，所以阮就有做相关的物件，所以这两个处理，大家当用手机啊去扫，因为阮尾仔较发现讲诚侪人其实是无读过三民主义的啦，啊，阮迄内底入去，阮就是去收集，就是过去。
爱考三民主义的，大学的人课爱嘛。你是只讲你要去做公务员，还是做一寡土水的啥物，拢爱考三民主义。啊，这是台湾社会一个真特殊的代志。啊，佮下骹是中华民国人，就是下骹迄是要甲大家讲中华民国伫台湾的一寡问题，所以阮就有做即种物件。好，啊，这物件是安尼讲嘛，资料是安尼，阮嘛有甲做一个图卡出来，安尼就真清楚讲，咱台湾的社会无共世代是拄着啥物款的问题。阮迄个时阵是迄个教迄个斯卡罗啦，迄个时阵公司有咧做即个斯卡罗。啊，就是伊内底背景就是即个罗妹号事件嘛。啊，毋过阮着为遮切入着知影讲，迄个因为迄是2021年嘛，所以23年，所以会所甲拄仔头一张slide有啥无共，就是安尼，变做讲台湾的社会，正厝遮一大阵人，差不多占7成的啦，1600几万啦，即摆有较减啦，毋过差不多嘛有1600万是。无学过台湾的历史的，嘛无内底的即个罗美号，等到爱学三民主义的。倒手遮即边啦，就是中遐会学过嘛，啊有诶做细汉啊，起码爱袂读高中诶，当然爱袂学过嘛。变做讲只有差不多2成诶人，规个社会敢若2成诶人学过台湾的历史。嘿，啊，阮就是用即个图卡，因为头前遐物件，你用讲诶是资料，无好互了解嘛。你甲画做即种图卡诶时阵图，啊，所以即张图就是。真侪所在看着，譬如讲，朱安耀出一本册，遮应该嘛有咧卖，就是转型正义之路，伊就有甲我套即张图，当然是出版社正式来未授权，就是用即张图来讲，你台湾要做，伊当然迄本册是要讲转型正义啊，比如讲你台湾要做转型正义的工作，首先上大的挑战是这啦，佫毋是讲国民党伫咧看主动啊是安怎，是你规个社会啦，敢若2成的人了解讲台湾可能有啥物款的问题。所以阮就有做一个即个图。好啊，来就是所以，头拄仔讲着转型正义嘛，就是对阮来讲，转型正义一直是阮感觉诚重要，一直咧做诶工作。头拄仔有讲着2017年诶时阵，就是即个270周年诶时阵，阮就有做遮诶物件，就是阮做一个地图啊日记，就是我看嘛，敢有时间我要紧等有时间较用，就是。地图，互大家就是讲，看遮个代志是发生伫倒，啊，就是因为阮用 Google Map 的形式啦，就是大家即摆逐工应该拢会用 Google Map，就是讲，遮历史的代志，甲你其实无遮远，就是拢是你边仔可能逐工经过的所在，228事件的时阵，伊是重要的事件发生的地点，安尼。啊，搁来是日记，迄个时阵，阮就是用一寡可能大家，比如讲我承认医师，顶迄个时阵有写一个228。日记的物件，讲迄个时阵台湾的算特殊分子读册人是安怎看即个代志，啊，佮报纸的资料，互大家讲迄个时阵是安怎。我甲做甲有阵仔你去读别人的网志安尼，嘿，对，你最近台拢咧看迄个前局长的迄个脸书啊，迄种感觉啊，就是互你讲去看迄个时阵，大家是安怎讨论即个代志的，嘿。再来就是75周年，其实就是旧年啦。阮就是迄个时阵嘛有做一个专题，甲阮过去228做的物件，啊，我嘛有做一寡新的，譬如讲，阮就去访问一寡殉难者，嘿，对，啊，甲放伫内底，好，来，啊，搁来是较迄个，阮即个算阮，若真侪人听着阿草的名，可能会较有印象的是即个历史盖洋时代的像，嘿，啊，这就是阮迄个，这是就是共款是2014年，迄当的2月发生即个。228事件70周年嘛，啊7月的时阵是改阳30周年，啊，即个物件以阮后台即个数字差不多有200万人算过，嘿，啊，迄个时阵包括即个邓丽君咧做部长的时阵，伊嘛有伫演讲台湾即个出来过，啊，迄时阵阮嘛发现讲，就是诚侪中国的网友嘛咧传，啊，毋过因尾仔拢删文，而且我有截图了啦，嘛是真趣味，嘿。啊，阮尾仔嘛有写，除了阮虽然写讲只算较趣味的即个，啊，毋过较严肃的物件我嘛有做。譬如讲，这第3条我有写一个算文章咧讲，这嘛是有批评民进党，啊，毋过迄个时阵主要是回应讲一寡算较知名的媒体人，譬如讲李志德，伊即摆是伊捌做过公司的新闻部的经理嘛，捌做过即个端传媒的总编。啊，甲即个有一个叫黄孙权的前辈，伊是做
真艺术，伊嘛写一个正式文章含伫内底，就是算阮这算半佚佗嘛，会当安尼讲的物件。啊，因拢诚认真的咧讨论，有一寡批评还是安怎，所以我嘛写一个文章算甲因回应。啊，对民进党政府嘛一寡批评安尼，所以讲变成阮做一个算要互较少年的人会当了解讲过去发生啥物代志，较趣味的物件。啊，变成讲伊后续嘛，地书讲阮有一寡认真的讨论，啊，阮嘛是做出认真的回应。对，啊，这是对阮来讲是真有意义、真特殊的所在。嘿，啊，这是迄个时阵的一寡讲法嘛，因为迄个时阵大家就咧讲啊，大家讲若冤枉的一定是有问题嘛。啊，毋过伊若是真正歹毒的，若是真正是所谓的共产党员，应该是白色恐怖的时阵来讲，即个问题，这是台湾讨论转型正义的时阵，较无直接去面对的。譬如讲是即讲诚侪台派也是独派的历史学者，嘛就是讲，伊若是真正是即个中共的迄个党员。其实应该就毋是想来在顶顶啊，阮无啥，我至少我个人无啥同意，就做出一寡讨论安尼。嘿，好，这是一寡阮推测的看法。好，较多头前遐拢是一寡阮做的，等于是媒体会做的看法。啊，当然阮会用一寡较趣味的方式形式，包括讲图卡，甚至做一寡即个算 game 游戏，会互动的，互大家当。方式了解讲，阮想要讲的，不管是历史的事件，还是新闻的议题安尼，嘿。啊，来吼，这是阮会做的一寡，就是一般的媒体较袂做的工课，就是遮个活动是阮有做过。譬如讲，阮最开始就有咧做即个国会直播啊，因为过去你要看立法院的即个相关的新闻无遮方便，即摆电视拢全有啊嘛，有2台咧做。啊，网络嘛做方便的，你要看到一个都会使。啊，毋过过去阮公司较拄啊成立的时阵，毋是安尼。阮搁爱直接摕即个念机入去翕的时阵嘛，有一寡甲就讲协商安怎。所以时阵阮有做国会直播。啊，搁爱伊开始伊有一个系统啦，做早叫 IVOD 啦。啊，迄个时阵毋过一般人，你要入去看 IVOD 做复杂的，就是你要找政府的物件安尼做歹找。所以，阮就家己直接用伫阮直播的平台，互大家去找卧槽的脸书网站的有。啊，而且阮阁有就是一个人，除了我可能本人伫关于咧像一般的记者采访新闻，就是有一个人伫即个直播，算甲网友聊天互动啊。嘿，就像即摆真侪是直播主嘛，像馆长安尼。毋过阮的内容是内人，阮的内容就是伫看因的即个直播，会伫遐算开讲嘛，回答解说一寡伫看伊发生啥物代志。一般的媒体你袂讲看，譬如讲自由时报，还是甚至公司去做即个物件，这较像 NGO 会做，像者譬如讲台南的 NGO， 还是讲港都梦，可以去做类似的工作。啊，譬如讲阮会办黑客松，迄个时阵就是G0V，就是讲大家讲会安怎改变拢台湾的欢迎的一寡资讯使用的方式。啊，即譬如讲新闻工作坊、事实查核，这我等下尾仔会讲，有图甲迄个活动，大家可能了解。啊，即边是阮做一寡，就是直接甲政治搁较有关的，就是讲2014年阮有做即个市长，敢要互咱问，啊有尾仔2016年开头有讲着有做总统的，嘿。啊，因为这做了袂歹，尾仔即个要做司法改革的时阵嘛，有找阮做一个类似的工作。啊，来是即个中正纪念堂、中正庙转型的工作，就是开拄仔我有讲阮做228白色恐怖戒严时代的即个算有效果，啊伊想要互人会当搁较了解讲，转型正义是啥物？迄个时阵文化部有来找阮做即个物件，嘿啊，这嘛是转型正义相关的工作。啊，来就是我头前有讲着，做甲即个这2档的重点是放伫民户。啊，即摆来看一寡阮过去做遮个工作。这是2014年的时阵，阮做即个市长，敢要互咱问，就是迄个时阵，阮就是邀请啊。当然，迄个时阵有个人直到即摆，佫会怪阮讲，挂文章来起来是阮甲请人的安尼。啊，毋过迄个时阵，其实阮是全部市长的候选人拢有问啦。啊，当然迄当普通民进党还是台派支持者，拢是较支持挂文章嘛。啊，迄当较特殊的，阮嘛有请到李登辉前市长，伊嘛做过台北市长嘛。啊，迄个时阵李总统身体阁袂歹，迄个时阵就是阮嘛有找伊来做访问。迄个时阵是郑鸿仪甲迄个时阵的执行长刘英伟甲访问，就是互伊讲，若是以先排的方式，若是讲要做市长会拄着啥物款的挑战等等的，嘿，这是阮2014年的时阵，啊，即个物件的回响嘛诚好，
对，所以咧，是阮2014年的时阵有做即个物件。嘿，啊，搁来就是开拄仔讲的，阮做迄个文化部来做即个中正纪念堂转型的讨论的迄个。啊，迄个时阵主要是文化部希望讲，伊有一个法，中正纪念堂组织法。啊，伊想要，迄个时阵就是地灵军，伊想要做转型正义，伊要修即个法。啊，毋过你爱有一寡社会讨论的报告，依据来讲要安怎做。啊，伊就决定讲要请阮来做。嘿，啊，譬如啊，毋过真迄嘛是阮算头第一代直接甲政府的部门合作，因为这嘛是阮关心有议员的工课，阮就甲算接落来做。啊，譬如讲，阮的时阵，因为时阵有一个算连续剧真有名，叫什么？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我们本来要用这个名做这个计划的名，啊，结果绿军讲迄个爆炸的吼，害伫这个立法院和国民党的美死，所以讲袂当用这个名。嘿，啊，尾仔讲一寡用词啦，比如讲，迄个时阵拢写中国国民党政权嘛，啊，文化部的公务员啊，就坚持讲爱写当时的政府。毋过对我来讲，你安尼讲无清无楚，到底是咧讲啥？所以，阮都有一寡坚持，啊，尾仔有照阮的意思来做，就是迄个网站的用字啥物，啊，可能啊，阮是感觉干那可能阮来做坚持即个物件，若是讲伊请其他的团体来做，可能就照公家机关的想法去做。毋过因为对转型即点，阮有阮家己的想法甲坚持，所以一寡用词就有迄个，嘿。啊，毋过较可惜些的时阵，伊的想法是讲要用转型经用审议民主的方式、心理民主的方式来做转型经。结果尾仔做的时阵变做两派的两种无共领迄个学者专家意见无啥相共。啊，我嘛是负责一中算即个变公亲互会当继续合作。啊，迄倒搁一个较特殊的，就是有一个即摆搁有咧活动，嘿，大概就是较设立即个组织蓝天行动联盟。迄个时阵拢会去乱一寡算独派还是台派的活动，譬如讲我嘛捌采访国史馆的迄个研讨，因就伫遐来乱。险甲迄道演讲，敢是欧淑云老师拍的。啊，阮办即个物件讨论，伊嘛是算要来甲阮拍，就是阮办伫中正庙，啊，因着尾仔就是来遮，就是要甲阮闹场着伫啊，就是要冲入来，互即个会议无法度开了。啊，尾仔就叫警察来，啊，尾仔阮就改所在，啊，搁请搁较侪警察安尼。啊，虽然就是办的过程，就是有一寡甲，毋管是公家机关，甚至甲外口无共的团体的冲突。毋过，即个物件嘛是真有意义，就是阮办的时阵，因有请即个巡来者来分享伊的故事。譬如讲，阮找即个黄文公的查囝，叫黄春兰，伊住高雄。啊，伊来伊就是讲因兜迄个时阵，即个因爸爸细汉的时阵，就互国民党枪杀啦嘛。啊，因妈妈甲因囡仔尾仔的生活是偌尔啊艰苦，偌尔痛苦。啊，因为阮有嘛有邀请算真反对亲爱的人来啦。啊，伊听嘛是有感觉足感动去了。啊，毋过伊无愿意相信讲，就是讲因爸爸是互蒋介石杀死。啊，伊就直接问询问者嘛。啊，毋过伊就是有迄个判决书嘛，就是顶悬直接蒋介石写的字安尼，就直接互伊安尼看，变做讲用安尼方式去了解。啊，这我加讲者啊，因为正中正纪念堂哦，这是进前一个背景，大家可能知影我就无加讲。啊，伊就是我开头讲的，就是讲吼，阮就是办遮个活动，请除了学者专家来讲转型正义是啥物了，阮有特别安排讲家属，还是甚至巡来遮本人，这几人，比如讲前一阵仔过身的蔡文林，迄搭我嘛有邀请伊来，佮有佮较早的郭正纯先辈，我嘛有迄搭拢有请伊来。阮办差不多十几场、12场，啊，每一场阮拢有请无同个巡来，有诶，阮嘛去台中、台南、台东、花莲拢有办过，就是互因。一般的社会大众知影讲，参加的人知影讲，对像人遮来讲，即个中正纪念堂是伫遐好好的，免甲创。对因来讲，每一条看到伊的名，拢是一个痛苦安尼啦。嘿，比如讲，伊坐位来台北，看到拢会无艰苦。阮那时阵做，是感觉真有意义，互真济。阮家己也是讲参加的人，伊原底可能是真亲拿的，真即个支持蒋介石的。啊，毋过阮尾仔做了即个，阮当然有做一个报告互文化部，啊，地理军嘛用这个有做一个组织法修法的草案，啊，毋过送去了就无结果啊，就是因为讲即个物件民意无支持，
啊，甚至反对就无法度去做，因为即个物件不管安怎看，甚至有当中参加较亲爱的人嘛，感觉讲哇，对因来讲，若是遮痛苦的代志，就是应该爱去做。啊，毋过尾仔就是嘛是无去做。啊，这嘛是互阮家己诚大的感受，因为阮办即个活动，尾仔知影讲，即个代志是对的代志。啊，甚至亲爱的人若了解嘛会当，至少无反对。啊，毋过就是当然，因为阮参加的人较虽然办10几两，个300-400人，甲规个台湾整体社会来讲，嘛是有差。啊，毋过阮迄个时阵来知影讲，你就算讲政府部门愿意找你来做即个工作，毋过若是无搁较侪民意来支持，至少无反对，就无法度去做即个代志。好。啊，搁来是就是2018年的时阵，就是韩国乳酸高雄市长迄道，所以正倒手一张是甲迄个陈其迈来做辩论。啊，阮到做，因为2014年迄道阮做提问嘛，就是收集问题，啊来问遐个人，然后因回答，伊拢是用即边讲文字回答，就是阮有做一个网站，啊若譬如讲一个问题有200个人同意，因为再来问市长伊就回答。啊，阮2014年是做迄种。阮18年的时阵，就是想讲，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因为迄道就是所谓的，就是当然甲韩国乳产酸有直接的关系啦。因为伊话基本上拢黑白讲，阮就认为讲有袂使互伊安尼一直黑白讲，所以阮就做一个物件叫 fact check 啦。就是伊迄个时阵，各个媒体拢有办，就是邀请2个人的电视的辩论啦。啊，阮就现你看即张图这是即个是阮办公室是安尼，啊，这是迄个时阵有做伙做即个工作。阮就伫遐拿甲大家做伙看即个直播，啊，阮拿就是会用字卡，就是讲，韩国有即摆讲一个物件，敢是安尼，啊是甚至陈其迈讲一个物件，敢是安尼，阮就随查资料，随伫即个下骹拍字幕出来甲讲，这是对的，这是毋对的，安尼，嘿。啊，除了高雄市的，阮嘛有做台北市的，嘿。譬如讲，这是安尼嘛，伊讲，这个人大家感觉会记，伊上有名就是迄道。讲到一半开始唱歌啊，对，蜂蜜就是讲蜂蜜柠檬，对，唱歌佮一直推销蜂蜜柠檬。啊，比如讲伊讲一个物件，啊，敢是真诶，阮就随甲查嘛，讲这应该是毋对诶哦，因为伊讲就是年金改革诶代志，即阮较熟，阮就讲应该是安怎安尼。嘿，啊，迄搭阮做吼，就是韩国瑜甲陈其迈诶辩论，做效果算诚好，就是看诶人诚济，啊，对灯讲。迄个彭科日报，迄个时阵阁有嘛出纸本诶，佮用阮的即个做伊诶导版，所以阮个时阵讲哇安尼袂歹哦。结果大家若有注意看日期，这是11月19号啦，迄个诶投票是11月24号，啊，大家拢知迄道选举诶结果嘛，我嘛规个拢忘记，就想讲照讲安尼应该诚会拢认同讲韩国瑜其实用基本上应该拢是黑白讲诶。讲毋对，我会记迄道差不多，伊讲迄是不是1-2点钟就毋对10几个物件。啊，陈其迈嘛毋对啊，一两个，啊，就是我查遮济啊，叫个选举的结果乃是安尼，嘿，啊，这是较多迄个嘛，阮就是讲2018年的时阵，阮做即个市长的辩论的 fact check， 啊，阮有做台北市的，啊，新北市的，高雄市的，安尼，啊，迄个时阵，阮就是想讲，迄个时阵大家就甲迄道算民进党选书的迄个原因讲是假新闻啊。啊，袂啊，毋过，因为阮过去做媒体的即个经验，其实讲假新闻的其实诚侪是政府的官员啊。啊，阮迄个时阵，佮认为讲，你要讲要拍假新闻啊，无你，因为阮迄时阵有做体育改革的物件，佮有写一个即个物件，讲即个就是对。毋过尾仔，阮发现讲吼，我家己也是讲其他的即个同事嘛，发现讲。啊，嘛是主要嘛有甲即个就是沈博阳铺嘛，伊即摆较有名是伊去创迄个黑熊学院乌田行业嘛。伊讲即个物件其实是中国咧对台湾进行一种诛心战，诛心战嘿。啊，尾仔阮就是写一篇报道，即篇是台湾头一篇甲这3个字写出来的报道，就是即篇嘿。伊伫台北大学教即个。犯罪学啊，伊原底是学刑法的，啊，伊出的书诚侪人嘛要考律师法官拢会看，啊，阮算头第一个甲即篇写落来，所以阮变成阮嘛就是转移阮的家己的即个方向，因为尾仔讲这毋是哪敢若是，譬如讲市长啊，韩国黑白讲话，啊是讲政府拢会讲暗含一寡无想要互知影的代志，较简单尔，
这是中国对台湾的一种震惊啊。所以，阮就是过去遮做的物件，就调整，开始以即个中国的即个领地作战，变成阮的重心。啊，阮就是写即篇报道了，就开始做即个专题，就是讲即个物件。所以，这是阮迄个时阵，佮找普马翕诚侪个影片，像因为阮这是补习班咧教课啊，所以这应该关系，阮就请伊60集来甲大家讲即个资讯战是啥物物件，有啥物影响，其他国家是安怎即种谈法。来这是顶下我有同尾仔这个资讯战差不多是2019年的代志嘛，尾仔迄个刚毋算加在2020年即个创意模拟个动算。毋过迄到了，就是阮就发现讲，头先有讲嘛，就是讲，中国对台湾的方式会改变，除了即个领地作战、资讯战的方式继续咧攻击了，伊开始真正用武器的物件愈来愈侪，就是飞弹啦，即个。迄个飞机啊，啥物的，这几当来大嘛，应该拢知影即个代志。所以迄个时阵，阮就认为讲爱加做一寡军事国防的新闻，因为普通大可能嘛知影台派一般对即种军事国防的物件是较清楚的，甚至排第，因为大可能拢认为讲遮个人大部分拢亲人，嘛开始是安尼啦。毋过咱嘛是爱有人来做一寡军事国防相关的新闻，所以迄个时阵我人已经离开啊啦，因为我头前讲迄个18年、19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对我家己的影响是讲，若是继续做网络媒体袂歹，毋过敢若电视的物件嘛是爱有人做，因为遐会当接触到的即个观众无同，若会当遐有人嘛是加提倡其他的观念可能会较好。毋过迄个时阵我要离开的时阵，就甲同事建议讲，咱开始刷落来，咱加做一寡国防的新闻。同事嘛有去采访诚侪国防的新闻，就发现讲即个头前讲过的就是。即个罗西亚2014年就去拍即个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了伊遐其他附近的国家，譬如讲立陶宛还是瑞典，因就政府出即种物件，分互因的国民。譬如讲瑞典就分400万户，算一户一本。阮伫迄个时阵感觉讲奇怪，台湾照讲比佫较危险嘛，因认为讲俄罗斯毋是即个的冷战结束的了，就袂佫拍其他的国家。因佫有要拍其他国家呢，所以因就出即个钱。台湾照讲已经互中国威胁遮侪，当然咱佫较危险，咱哪政府无做即个物件分互咱。所以尾仔阮就采访诚侪国防部、内政部，甚至参议长，因敢若无啥意愿要做。普通的媒体可能到遮就懂了，可能卖。毋过阮就决定家己来出一本，就是中一本，遮嘛有咧卖，就是即本《国民行动指南》，阮就决定做即本。阮做了无过几个月，国防部嘛有做一个版本，就是上倒手一本。因即本要出的时阵，佫有派一个士官长来阮公司，因为伊是算后子部咧做，佫来阮遮买20几本做参考。毋过伊本尾吼卖甲诚厉害，因为伊内底一寡物件无直接讲，譬如讲断水断电要安怎叫你靠带电带水，太可你甲我讲这个创啥？相比阮的物件就是做了算较清澈啦，嘿。尾仔因今年就是红妹妹了，今年佫有出一本，即本伊其实嘛有找阮做顾问，内底有诚侪内容，内底有诚侪内容，就是有参考阮即本，嘛毋过伊较可惜这2本，就是上倒手上正手这2本，伊拢敢若放伫网络啦，就是无印出来。阮认为即个物件印出来是诚重要。所以讲，就是阮讲，阮嘛是算头前讲，诚侪阮做网络媒体，也是 NGO 会做的看法，这是其中一个。就是一般的媒体袂讲安尼，就是讲，你认为一个物件重要，你会去做伊相关的报道，要就是人讲曝光即个议题嘛。毋过若是讲，无照你即个行的方向做，比如讲我较早是自由时报，就是安尼嘛，即个物件真重要，阮写过6篇。毋过若是政府无做，阮可能就挡伫遮尔。毋过对阮草来讲，阮若认为即个物件重要。阮会家己来做，伊个嘛，所以这中一本嘛是即个小发了的3星的物件，有效果无？有，这比干那写报道佫较有效果，因为伊开始就是大家就想讲，一个民间的单位会当做即种物件，是安怎政府无法度做出来，甚至做出来不如民间的单位，嘿，这就是阮做一个网络媒体，也是讲头前讲的倡议媒体较特殊的所在。好。我先简单分享到这。
啊，当然后顶厝会当 follow 用 QR code follow 阮的物件。啊，来，佫有一寡时间，我想互大家问一寡问题，好啊，多谢。多谢讲师哦，可能即个方面我较无了解，所以我感觉今仔听着足侪物件是足新的，因为我毋知影恁鸭草咧创啥的。啊，我想要问就是讲，恁为虾米家恁的名号做鸭草？7月8月份的时阵，有去对高中生演讲，嘛是伊嘛是说无啊。即个伊有人会想讲，这是毋是去少年的想讲是毋是迄个算中国干掉的话啦？啊，原底伊一开始，因为我毋是算咱讲新历的人啊，就是我拄啊新历时阵，我有讲迄个是自由时报。啊，一开始的时阵，应该有一个讲笑的意思啊，因为想要做一个少年人看的媒体。啊，伊若是要讲，伊有一个真水的故事，就是讲 watch out， 就是阮的英文名叫 watch out。watch out 就是讲监督的意思嘛，迄个时阵就是决定要做一个监督，你看伊的媒体。啊 ，watch out， 卧槽的华语的音就是敢若有挖金，所以伊的故事若是你若问的，这是正式的版本对。啊，毋过若一开始应该有是总是因为迄个时阵啊，就是做流行，就是中国迄句干掉的话嘛，就是卧槽。啊，我莫直接讲伊个干掉话是安怎，大家可能知啊嘿。对，伊迄个号名的时阵是安尼，啊，伊台语就是阿草啦，对，阿花阿草迄个阿草，嘿，啊，毋过一开始是用华语去号的啦，主要是就是迄甲中国迄个干掉的话，中国话有哪挖金，啊嘛用即个英文的即个谐音 watch out 的关系，嘿。想要请问者，就是恁会去查讲因一寡物件是毋是对？啊，恁是伫咧倒位查是？迄个资源是为倒位查？你才会知确认讲你查迄个资料方法是正确的。但是你讲的部分是像即个市长辩论的 fact check 嘛？其实吼，就是第一，我先讲就是我原底迄个时阵 fact check 咧流行的时阵，因为我本身家己是做传统的媒体出来，我迄时阵是感觉讲这。无讲解无了，讲啊，这毋是原底你做媒体记者的工作，本来就应该爱去做嘛。记者原底你写物件，本来就爱去查讲这真诶啊假的嘛。毋过迄个时阵变做讲，若是去查讲人讲的对啊毋对，变做一个足实价的物件。啊，我嘛对咧做，因为开始有意义。啊，你讲的问题就是讲，若是一个政治人物，还是讲啥物假消息要查，其实政府诚侪资料拢有啊。譬如讲，我有较有印象的，比如讲迄到单机嘛，甲韩国瑜辩论时阵，伊就讲迄个渔港嘛。渔港伊就我应该是韩国路，就讲有几个安尼，就是凊彩讲。啊，其实伫高雄有几个渔港，关台有几个渔港，迄拢有统计嘛。你去查一下，就知影。嘿，政府的网站拢有。嘿，啊，有要怎讲，就是像即种数字，也是讲一寡，比如讲伊定一直讲什物高雄负债3000亿，高雄欠3000亿。啊，这你3000亿，你去找迄个就是政府相关的资料，其实嘛拢会当讲是安怎。嘿，就是上无，譬如讲即摆国民党嘛有即种问题，啊，毋过若要甲 fact check 到上忝嘛，你规工都毋免做其他的代志。伊讲的物件，其实若是你找政府相关的资料，拢会当讲伊讲安尼对，所以大部分的物件其实政府的资料，也是讲过去的新闻，拢是资料会当迄个证明。嘿，啊，当然一定做即款物件 fact check， 一定会，譬如讲即摆嘛，去诚侪单位咧做即款所谓画一个事实查核的工课。啊，有诶物件是讲，就是讲无法度查核诶，就讲个观点。譬如讲，你给咱若讲哦，蔡英文要背叛中华民国，还是讲这个实际是台独，安尼。啊，毋过像即种物件，你无法度查核，即种物件。啊，当然即种就无法度啦。啊，毋过譬如讲哦，蔡英文其实什物伊什物有18趴等等啊，即种可能就有资料会当去讲对啦，毋对。嘿，所以有诶。资料是基本上大部分的来源拢是政府有资料会当去查出来。嘿，啊，当然要安怎去使用政府的资料，啊，这是另外是一个学问啦。嘿，一般不管是即摆嘛真侪即个组织会教你要安怎做遮个工课，就是不管是你个人还是讲做媒体的工课，要安怎去找资料啊，要安怎确认代志是真的也假。嘿，这即摆嘛有专门的单位咧开课上遮个物件。感觉其他有几个问题有无？我想要问汉子，就是迄个
因为头拄仔你有讲到迄个年金改革，啊，搁有一寡讲法的物件，啊，毋过我感觉啊，应该是劳工的迄个休假的迄个法案，啊，毋过就是迄个物件，我感觉你大成啊研究这个条文，应该是爱开足长的时间，而且搁加上你决定要做即个题目了后，你搁要去创好用，就是资讯甲创好变做图像，啊，搁有。面册顶面，社群媒体顶面的铺文，我感觉就是我真好奇讲，即个时间的迄个工作的即个时程是安怎安排。虽然讲我家己可能无法度做即款，啊，毋过我嘛是会好奇讲，这是安怎去安排安尼。亮颖嘛是做媒体工课的问题，这真实际的问题啦。就是讲实在，就是我嘛真感觉伊真 lucky 会当伫遐操作，因为我嘛捌伫自由新报，甚至伫公司过嘛。操确实较有即个空间去做遮个工课，因为像较拄仔迄个落计划的物件，就是迄是爱开真侪时间，变做譬如讲，我若是记者，迄段时间当然爱有采访就去嘛，若无采访的时间，我就会当拢来做遮研究的工课。讲实在，迄真正是遮开时间。你首先你家己爱家遐法案读了，知影伊啥物意思，整理出来。一般的就是记者若做安尼写一个报道，其实就诚了不起啊。毋过我毋通安尼，我甲遮物件整理去教，就是看拄仔讲的设计师，就是设计师讲，讲实在要讲互因理解是足困难的代志。迄个时阵讲，就是开非常济的时间。阮迄个时阵，迄个设计师算较特殊的，伊是台大社会系毕业的啦，所以讲起来对遮个物件应该小可应该比，因为有做者系统设计，伊是读迄个美术相关背景。你去甲讲爱开更加，因为我较早伫公司的时阵，迄个做图的人就是拢是读迄种，所以变当然电视做会较简单啦。毋过就是讲实在，真正就是爱开家己是上遮侪时间，你家己爱了解，搁爱去讲互即个做图的人听，搁爱确认伊做的图是毋是正确，因为常常嘛是我想讲，我用做遮个名，就讲我想讲伊了解，结果做出来物件就是完全毋对，爱顶改一下，嘛常发生即种代志。开始爱正开时间，这变做讲，就是你即个媒体、即个公司敢有互空间，互大家去做即个代志。伊的效果，开始我嘛有分是效果是好啦，佮变做你头前就是爱开遮侪时间甲资源。譬如讲有的媒体甚至无，就是请即个做图的人嘛，伊可能发出去。即种物件你。就是你发互人做，一定较困难。你就是讲，我看有 in house 啦，就是你是共一个办公室，会当直接甲伊讲，较有法度讨论做出遮个物件。佫有一个就是讲，大家爱感觉即个代志，做即个代志才有趣味啦。就讲你毋是甲，因为阮有一个特性，阮大家来遮做这毋是干那甲看做一阮工课尔，就是阮做即个物件，就真正会做甲。比如我刚才做家己的代志安尼啦，像你开拄仔讲伫迄个落计划咧读，阮迄时阵算逐工拢做到9点10点。对，当然就是迄几工啦，因为迄几工就会发生遐个代志。媒体的工课本来就是安尼啦，就是讲若有代志发生，你要甲做好。甚至你做一般的采访的报道，我开头讲嘛，有即个新闻的现场，就54点钟了，你上尾要开1、2点钟写出来嘛。你若是搁要做遐个图，一定是搁要开几6工的时间。对。我搁咧想讲，就是因为。你要做一个人讲的懒人包，就是你爱先想即个排版，搁有安怎呈现用较简单的方式互人看。毋过就是安尼，就是即个设计师伊是爱先真正，因为你会甲伊开会会甲伊讲互清楚，互伊去了解即个议题。毋过伊是真正等伊爱去修即个议题了后，伊可能开始想即个草图，还是讲安怎排版，还是讲因大心嘛会想讲要用啥物形式，比如讲。迄个折线图啊，是讲伊边仔图即款的来甲伊讲，甲设计师建议讲是安怎呈现，还是讲伊会知影讲议题了后，家己心内较会想一个即个排版的即个形式安尼是。这个部分大部分是。阮交互设计师家己去想，就是伊消化了解即个问题了，伊家己想要用倒一款的形式定的。那毋过曾经较拄仔讲着，遮侪媒体其实是做内容的人会直接教做图的人讲安怎做，伊就直接去做。这是我想阮较技术的所在，因为阮的同事就是总较有想法啦。
就是会交互伊去做想看卖要安怎定现，嘿对。啊，当然有时阵我会感觉讲，即个资料可能用倒一种方式较好，比如讲你较拄仔讲的就实际，比如讲是要用折线图还是平图，我会直接甲建议讲，是毋是用安尼做？有可能会，有可能袂，嘿对。我嘛讲，这是阿草一个特殊的所在，因为伫一般的媒体内底，基本上还是伫电视台，即个做美术的人，拢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啊，就是你甲讲做啥，伊就做啥，伊无啥会家己开时间甲头脑去想好要安怎做，嘿。拄仔你有讲到迄乌克兰的战争的代志吼，拢做一寡民防的宣传册吼。我即摆翻头转来看台湾吼。敢若毋是讲最近啥物美国迄个啥物航空母舰吼离开了后吼，迄个阿强吼就开始做一寡迄个军队的演习嘛，伫咧迄个台湾的迄个4口尾拢会做演习。但是伊佫有报道讲，咱台湾人嘛是共款，度假人度假，踅街的人踅街，嘛无啥物感觉。所以你即摆比如讲，即个咱的政府去做一寡啥物民防的一寡，敢有即个必要，或者是恁其他的想法？即个问题真好，因为阮就是嘛当话嘛，阮去年4月出版即个书册了。阮一个真大的感受啦，不管是媒体还是讲其他的组织来甲阮赞助，外国人拢比台湾人较紧张。阮做即个物件还袂印出来的时阵，第一来甲阮采访的媒体是 NHK， 嘿，台湾的媒体佫是我姑丈较早公司代的即个带开的控股室来甲阮采访，台湾无啥媒体要来甲阮采访，阮感觉足奇怪。尾仔即个 NHK 了，做者法国的媒体，来因可能一间一间斗相报啦，因交关上无有一阵仔是阮逐礼拜拢会就是有一组外国的、澳洲的、德国的、法国的来甲阮采访，就是普通台湾的媒体，还是讲台湾人对这一开，尤其迄个时阵，就是真正无啥兴趣。你讲到即个，因为阮是4月出版的，迄个罗西亚是2月份的去拍乌克兰，阮一开始做伙的时阵，想讲要安怎提升即个物件嘛。就是嘛，袂当讲家早有落车去拍乌克兰啦。连伊去拍以前就你伫台湾，你根本无迄个环境，常常讲大家准备民防、准备战争的物件。你安尼讲就是讲你是咧甲中国起空，对啊，这是足奇怪的代志。我讲其他的外国记者，听伊拢无法度了解是安怎安尼。像咱讲你准备就是战争就是准备民防，就是咧甲中国起空。所以台湾过去的即个媒体的环境，也是讲一般人的想法是安尼，就是对战争无准备，你若用叫伊准备战争，伊会想讲你无代志找代志做，是这安尼会惹中国无欢喜。毋过就是因为安尼，阮认为做即个工课是真有意义的。对，因为我做媒体的工课嘛，有一个人对过去台湾的媒体啦，就是讲。毋若讲是讲统派亲中国的，甚至真侪，比如讲较我本土版媒体的想法，嘛是拢就是认为讲，若中国拍台湾哦，咱袂堪啦，就是讲几工就拢投降啊，根本战袂过中国。毋过这伫事实上毋是安尼啦，你若看，阮嘛看真侪西方即个军事专业的报告无安尼啦。阮上新的一个，阮旧年嘛有摕去做街头的访问。就算讲美国甲日本完全拢毋插台湾，台湾家己孤一个国家对抗中国，咱嘛会当当70天，两个外话。这其实已经超过足侪人的想法，但可能媒体过去拢是讲拍过来，咱可能2、3天就结束啊。但嘛知影，以即个国际政治来分析，无啥可能日本甲美国拢无要插入。所以过去台湾就是咱讲华语讲失败主义啦、投降主义，就讲中国甲咱拍，咱就会一定死死。所以一般的人，那你看媒体可能拢即个想法，就袂讲想要去就是做即个防卫的物件，嘛袂紧张，想讲就安尼，无就无。嘛有人讲还是较乐观，是讲表示讲阮毋是互中国惊大汉的，就中国安尼话，阮拢猜去袂拍过。毋过对我来讲，阮是认为讲，逐个嘛是爱有准备啦。因为讲，阮的想法是安尼，大家愈了解讲军事的技术，就是讲中国要安怎拍台湾，伊是安怎拍，敢有可能啥物款的方式有可能？譬如讲，中国其实若要拍台湾，伊要渡过台湾海峡，无啥可能，伊可能是用飞机的方式，等几个兵入来，这是军事上会算无讲参，就是普通的技术。毋过一般人应该可能毋知影，因为想讲伊会坐船来安怎嘿。像即个物件，阮就想讲，较侪人知影，因为你愈了解讲战争是安怎，比如讲若飞弹真正拍过来是安怎，
咱有法度应付。譬如讲，因为阮一开始咧讲的时阵，一开始罗西亚袂去拍乌克兰的时阵，阮就是想讲，要安怎包装即个物件，所以阮头咧找物件，迄个公民行动指南，是讲若拄着即个天灾，还是战争等等的危机要安怎办？阮无直接写战争，阮今年11月会去出一版，就会直接讲战争。阮头先迄本时间要讲着风台地动啊。阮咧想要讲的是讲，台湾人就阮像逐当拢咧，咱逐当拢咧应付风台是即地动嘛，拢应付过来啊嘛。啊，若是讲真正发生战争嘛，是台湾人会当应付。阮要讲的是，做大家先有即个信心，讲中国拍台湾，毋是像普通诚侪媒体讲的，咱拢完全无法度甲底倒。啊，若讲真正拍发生对一般人民来讲的即个经验，台湾人嘛是有法度处理应付克服的。啊，就是譬如讲，即摆即个欧研学伊嘛咧开诚侪课，阮家己嘛有咧开啦，啊，当然因较侪资源开诶较侪，就是讲要安怎做即个急救啊、避难等等诶物件。因为你愈开始去做即种物件，你就会对家己愈有信心啦。嘿，阮大概想法是安尼，毋知影有回答到你诶问题。我是有咧想来，因为阮之前较早做兵吼，阮是真正操过吼，按第一工操到上尾一工，啊所以。我你有一个图吼，迄个30月1号的吼，当时读三民主义，我中午嘛是读三民主义，啊，但阮之前做兵的吼，拢真硬斗，所以我是咧想，像前礼拜我就甲阮大兄来讲这战争的代志，讲你哪有啥？伊嘛是不以为然啦吼，所以我毋知影是毋是迄种，我逐个人袂甲伊信到迄种感觉，啊，所以就感觉讲。迄种面红的物件，可能无你重视哦。我会想的是安尼。我搁加问者，你讲恁大兄讲迄无啥，伊是讲准备这无啥，还是中国甲咱拍无啥？中国迄个无啥，伊对就是讲，就是我头仔讲台湾头毋是有中国赶惊大汉的，就是安尼，你讲的尔，袂真正。你拄仔讲的迄30月1号的，迄个比例真大嘛，对毋对？迄个比例真大，所以我会感觉讲，一群人就差不多阮即样的即群人吼。拢降大部分，啊，阮拢是做过兵的，是拢真正是硬到超过。啊，你若真正要来的时阵，所以阮感觉讲有一种，我无咧甲你信到对吧？你来就来嘛。啊，所以你是毋是有即款的想法？啊，所以对即种民防的即个什么宣传册啦吼，可能就感觉较无迄种感觉。我了解你的意思。第一是。但我这有几个赞助，我想看要安怎讲。第一个赞助是讲，就是较我讲迄七成无读过台湾水啦，无代表因就是无爱台湾啊，亲中国，这是第一点啦，听着。只是要讲，我迄个图是要讲，就是变做讲，因对即个社会、世界认知的无共嘛，这一定的嘛，有读过台湾历史无？这点。啊，毋过就你安尼讲嘅，就是讲做侪读过台湾历史，嘛无代表因亲中国。我真中国，就是你有真侪少年仔，伊虽然有读过台湾史，毋过伊对中国真有好感，感觉甚至认为甲中国真正同意。阮有咧做街头的访问，嘛有人拢问做侪道理，阮家己嘛惊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讲过，就是我你讲有做过兵的人，就感觉对战争较无啥，袂晓会互中国吓惊。啊，这嘛开始就是政治科学的研究讲，你若有做过兵的人，因为伊内底是讲，尤其是做过迄个空军啊、空军的人，会对家己的国家还是国防愈有信心，感觉讲中国啊，因为就是阮较早讲，就是你对国防有一寡起码的熟悉，知影讲中国要拍台湾，毋是遮简单的代志啊。就军事上，你要渡过海峡，还是要用啥物方式，其实拢困难，这是的。啊，毋过，阮做民防的目标，毋是遮做过兵的了解啦，就是遐无做过兵，甲咱看 TVBS 中天，讲中国甲咱拍咱死着，无啊即种人。嘿，而且即种人较是社会的得手。你讲，譬如讲，开头讲，就是恁，就是即个有做过。兵做较久的，真正有超过啦。嘛毋是社会多数嘛，上无一般的女性就无嘛。啊，嘛毋是全部的查甫拢有做过兵，甚至嘛毋是全部做过兵的查甫，真正拢做超的嘛。就是真正讲，因为就是有超过对咱的迄个国军真有信心的人，一定嘛毋是社会的多数啦。所以阮做即个，啊，毋过你讲的嘛是，确实就是有的人会认为讲，就是讲其实无啥可能会拍过来啊，就困难嘛。啊，毋过。是安怎要去推杀民防的物件？啊，毋过阮做民防的，除了讲地书，即个问讲，即个地书甲即个技能，
就是即种基础的物件，就比如咱讲，怎包即个老岁啊，即个空厝等等的。上重要是嘛，像我头前讲，就是互你了解讲战争是啥物款的代志，台湾人是有法度应付的。因为大部分的人伊对这是完全无了解清楚的，这小可是阮做即个物件想要做的物件。安尼毋知刚刚有回答你的问题？我问倒转来吼，有关即个鸭草，咱敢有大概一个规则、规律，就是讲，比如讲我几工一定至少有一篇啥物款的报道，还是讲有一篇啥物款的分析，还是用你包含迄个 Facebook 以外啥物 IG 啥物其他，你就是即逐个无共的平台，恁是安怎去分配甲规划？就是好，就是一般。就一般媒体，譬如讲我伫自由时报，迄个时阵上班，记者会上讲一工上无爱花2篇啦。若电视台普通是4条新闻，公司较少可能透早1条来报1条安尼。因为阮较早有讲阮记者较少，毋过就算讲有2个记者因若有上班，逐工发1条，就今仔就佫无2条。毋过阮空间较大，所以有时阵记者伊2、3工甚至几礼拜较发1篇，阮嘛会当接受。因为普通其他的媒体就是。你若去看，比如讲自由时报的，因差不多半点钟，还是15分钟，就发一篇新闻，就发足济。毋过即种第一伫社群的效果无好，就上好的若做社群上好的效果，其实是你一工发1、2篇，甚至2、3工才发1篇。嘿，第一是安尼。因为阮较重视就是即个社群的效果嘛。再来就是讲，阮就是做一般的即个记者写的报道，阮嘛是讲较早有做个图卡嘛，对毋对？阮嘛有做影片，对。即种物件基本上就是这个1、2工、2、3工一个。你若讲固定，譬如讲，阮有较早有讲咧，阮有画网架嘛。阮是我家己是就是讲要求一礼拜做1篇出来，嘿，就是较有。其他的就是讲，记者若有上班，伊敢若今仔写的物件有，无若讲伊需要的较侪时间处理即摆有兴趣的物件，我嘛拢 OK。基本上，阮是有诶媒体会讲烦恼，讲无物件发，阮是较袂烦恼，因为阮大部分时阵是拄着上这物件爱发啦。尤其阮即摆有咧做民防诶物件，有另外一组人拢咧做民防诶物件，对，所以变做有诚侪物件通发。这讲实在嘛是算空间啦，因为一般你若其他诶媒体上班，无啥可能讲记者也是去上班无发新闻。毋过阮遮会使，就是记者讲伊若，就是讲阮这甲，比如讲daily诶自由时报即种。有时阵，阮会较像即种周刊杂志的记者，讲你会当做一个题目，做1个礼拜，阮嘛是 OK。只要讲你做的即个物件，阮感觉是阮要爱的物件。阮嘛有咧收即个，我补充一个，老师讲一个，阮嘛有咧收即个投稿，若是在座的有志有想要投稿嘛，像即个台湾款的即个。周英社英先遐，迄个时阵就看我动来有写一篇文章，投伫阮遮，伊当然就是讲迄个华语国家的问题等等。结果伫阮遮，我有甲画一个即个网架的配图，效果诚好，嘿，对，所以嘛是诚趣味啦。就是原底讲即种算较热闹的物件，毋过结果伫阮遮的效果其实嘛无。伊一开始想的是讲，伊要讲互较少年的人听，嘿，安尼。所以因为拄则看咱的介绍吼，咱有提起，因为你本身是读历史的，关心即个转型正义议题吼，所以有一寡遮的专题啥拢甲遮有关系。嘿，除了周永成伊的迄种投稿以外啦吼，毋知影讲咱目前敢有对即个有关台湾语文政策方面吼，有啥物可能会安怎做的想法？敢有？就是除了拄仔讲有咧统计啥物语言使用比例啦，是讲周永成先去投稿迄以外，敢有啥物想法是可能会当伫未来草针对即个甲台湾即个本土语言有关系？不管是政策也好，还是啥物现况也好，还是啥物，敢有啥物想法要做？就是这敢若，若是讲完全本土，这应该是即个李港球基金会最三的本土。对，阮对咱来讲啦，就是本土语文相关的，若是讲，比如讲基金会若有办啥物记者会的活动，阮其实若时间会使，拢会当采访甲迄落。毋过就是阮家己来推送吼。对，因为就是虽然阮较早有讲，阮有时阵NGO，毋过讲实在，虽然我个人诚关心啦，毋过嘛爱看
就是公司的股东还是其他的，伊嘛是拢会支持，毋过讲变做咱头第一个要做的工课，就是袂遐直接啦。嘿，啊，毋过当然大家拢是支持相关的即个物件，不管是本土语言还是讲原住民运动的物件，阮基本上拢会做相关的内容。啊，毋过要甲变做一个讲，比如讲我若讲家己出一本书，迄个像迄个时阵，我哋有关我的手册，嘛应该做即个台语文本土语言。啊，毋过大家就讲做出来。第二，你来开主案开时间嘛，啊，毋过就是敢若甲阮要拍的题的效果无啥相共，对。另外就是讲，因为这就是讲，比如讲我啦，就是阮算台语文较有了解，啊，伫一个媒体，不管我今仔是伫遮，还是伫其他的媒体内底，我感觉就是互对台语文较优先的空间出来。啊，毋过讲变做要来推销即个台语文的工课，是较无可能啊，对。啊嘛，因为毕竟是媒体顶顶，啊，所以基金会嘛是。介重要，所以大家支持基金会。基金会做的工课是无法度有人会当取代的。啊，你有当有问题老师的问题？我头仔听你安尼讲吼，啊，佮看你迄图吼，我感觉恁即个鸭草吼，甲一般的迄个媒体，应该恁的报道拢较深入较迄落，所以我有一个，我想要问恁讲，恁伫遮尔啊一个大事件内底哩。啊，恁感觉恁做诶对安尼社会对安尼国家贡献重大？你感觉恁做了上好诶，吼是啥物？啊，恁咧做诶有，恁对一项恁感觉做了，感觉讲足无水气诶，感觉讲啊，这实在是做了介毋好，恁请你分享一下，谢谢。阮台语文的工课，我有想着，阮以前的期间有做一个台语文念，因为先大家拢关伫厝，阮有做一个台语文念诗歌的影片，毋过反应无啥好，所以我嘛歹势叫大家伫这去看物件了。因为讲实在，这有一个现象，因为大家期待来鸭草看者，比如讲，就以前迄个文章，因为伊迄个对阮来讲，阮掠的重点是中国因素，就是无想要做迄个中国。毋过若变做讲，一种基金会做一个台语文的工课，啊，伊伫遮看着，伊会感觉怪怪。比如讲，你著伫鸭草看着真侪台语文、时工的物件，等等的迄个，因为像类似的经验，毋过我安尼讲，对伫我较歹势，因为一阵仔，阮就是一开始咧骂郭文迪的时阵，因为我一开始有讲啊，2014年迄个时阵，伊算会醒起来，阮算有嘛有斗迄个。啊，阮一开始咧骂郭文迪的时阵，其实退战做者。就是做这粉丝就无爱看完，因为伊无想，因为呢，想讲伫鸭草应该是看到一个支持郭文迪的媒体内容，啊，那会拢用开始骂郭文迪，甚至时代力量进前嘛有类似的迄个，啊，所以这是比方讲政治的立场的部分，啊，头转来内容，因为因原底阮的读者无啥。期待讲会伫即个鸭草看着诚侪本土语文、台语文相关的工课，所以你有时阵若做上侪，等等会有反效果。啊，毋过有当然有相关的物件，阮做拢会做，啊，其实效果拢是袂歹。变做讲，你主要是要做啥物，你爱先掠掉的，嘿，大概是安尼。对啊，但问迄个回答即个先摆的问题，就是讲做了感觉对社会上，阮也是认为是转型正义啦。就是阮做遮济物件，我较早咧讲迄个中正纪念堂，遐史莱德我嘛做过来张嘛。就是阮迄时阵感觉真有意义，就是讲阮做一个物件，用即种较特殊的方式，啊引起诚大的回响。会当补充一个，即个历史改良时代的像到即摆佫拢一直有诚济读者来看是安怎，老师摕用来做教材。啊，我今仔无整理一个图，就是讲诚明显就是拄啊开学的时阵，阮迄个看的人就增加几6倍啊，就是诚济老师伫课堂伫遮甲摕。出来做教材，嘿，尾仔就是我较早有讲啊，引起讨论啊，尾仔政府嘛，等于互咱会当伫政府的替政府的部门做正式的政策的即个工课，所以对我来讲，这是算真有成就感的代志。啊，毋过我较早嘛讲，毋过较可惜就是讲做出来的物件，变做讲你做即个，即讲直接拢是总统啊，刚有甲这放做是伊诚重视的重点，诚重要。无情看起来是无啦，对。啊，你讲做就是效果较无好诶。哦，我举一个例好啊，就是有一阵仔阮做，咱讲个电业法，电业法就是即个讲着台电，就是讲要安怎发电诶物件。迄时阵我嘛感觉迄个物件诚重要。啊，结果嘛开算就是，因为迄嘛是诚复杂诶法案。啊，尾仔阮就开时间去做，啊做了嘛出相关诶本，啊，足侪人反应算诚无好。
啊，有一阵仔就是有影是啥物代志咧吵的时阵，就有人向无讲，像咱差不多毋做电业法的物件，阮就搭即个物件，我拢做啊，无人看，就是嘛有发生即种代志过啦。所以讲有时阵你经题目嘛会经着一寡反应遐无好的题目。啊，毋过就是阮也是认为伊是介重要的，就会讲会继续做。譬如讲，阮一开始做民航的时阵，效果嘛无遮好，嘿。啊，毋过阮就是感觉这重要，所以就一直继续咧做。譬如讲，你若看最近阮有一个较新的物件是叫做民防草知识、民航超地形。因为阮过去有做过一个叫国会超地形、国会草知，就是讲一寡立法院的定数的物件，啊，拢袂用就是放假的方式。啊，即摆因为阮的重心放伫民航嘛，阮就做迄。啊，即摆你甲看甲阮其他做的物件比较起来，反应其实无遐好。啊，毋过阮感觉这是重要的，就会继续做。我拄则咧讲的，并毋是讲哦，阿草爱做啥物台语文开会的意思，我毋是这个意思啦。我即摆意思，我即摆这个意思是只是咧讲，以网络媒体或者是创意团体的角度，吼，伊个敢有要对台湾的即种，比如讲国家语言发展法，也是讲即个语言政策方面，有啥物想法要做无？也是讲可能会安怎切入无？比如讲，最近偌像着咧讲啥物咧希望家庭啥物吼，做侪伊的迄落，结果抑阁是咧强调双语政策啦吼。当然伊无用双语国家即个词，毋过伊也是咧一直强调讲哦，英语安怎重要，啊然后爱安怎去做双语政策。所以我是咧想讲啦，若亲像咱阿草即款媒体，既然就是讲对转型正义即块就是诚要义，啊诚有心要一直用无共方式去讲嘛吼。啊，安尼是毋是嘛有可能针对即个包含双语政策也好，还是讲偌成着的即个政策内底包含语言的部分，不管伊是咧讲啥物语言，或者就讲有关语言政策部分，是毋是嘛会当用阿草对转型正义的角度去切入、去分析、去谈论，还是讲去做啥物款的图卡，去引起人的注意安尼啦？我是并毋是讲爱来直接做啥物台语文工课。我问一下吼，我想要问一下，啊你是毋是对迄个专台语的小学吼，即点会使小给你的意见？小学是小学嘛？专台语的小学对。就点我拢会当讲一个，就是对，感谢老师。因为我家己本身讲实在是对做台语文的工课真有兴趣，所以迄个时阵其实我讲我有离开一阵仔去公司待一待。迄时阵我本来其实已经决心我即世人要做台语文的工课，啊，毋过尾仔才就发生伫我台中的。啊，毋过我感觉安尼嘛袂歹，因为当我转来正经，其实即摆公司安尼对台语台歹势，虽然有录影。我伫台语台的时阵，其实迄个阮去做干那我有学台文。甲主持人当然有啦，就是张伟明嘛，当然可能嘛歹。其他的同事做节目的，因原来拢做新闻工课啊，其实因拢，对了，到以前啦，台文的同学们讲，就是普通人就是对台语文就无啥了解，连台语台可能拢安尼，甚至其他的问题，所以大家常常看到咱做起的嘛，就是那台文台语拢学白写。我感觉就是愈侪人会当去接其他一般媒体是一个好代志，就像无你要写台语文的物件，莫写毋对，因为讲实在，你伫台湾你做新闻的报道，你无啥可能完全拢无拄着台语。啊，你上无你若拄着，你做一个媒体的工作者爱甲写着嘛，嘿，这是第一。啊，老师讲的即个双语政策，若是讲对政策来批评，对阮来讲啊，变做阮袂家己骂啦。因为讲实在，比如讲我算有小可了解，毋过嘛毋是上专业的。讲即个双语的政策有啥物款的问题，然后相关的团体。有啥物款的即个记者会，也是真正的投稿投诉，阮是拢诚愿意肯定。